口罩。请问您有收到检验吗？有这边口罩防疫专区，您的身份证后四码。好，这个哪个号？7号。7号。你好，我想要领口罩。是，稍等一下哦。帮你确认一下。预购成功哦。对，很方便啊。是。那我可以来买杯咖啡啊。我现在领口罩分享大热美男生优。哦，这么好。是。很会做生意嘞。院长，请你喝。请我喝咖啡哦，谢谢呢。口罩2.0，很方便，快来领。这老实讲哦，这也不是，当然是讲的，医疗专业大家都很清楚，可是涉及到政治外交的时候，大家还是会稍微忌惮。所以说，为什么日本会像日本要办东京奥运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完全用医疗专业去思考。其实是这样，我们在停北韩啊，我在停掉伊朗，我停掉中国到那里阶段啊。可是你要跟那个英国跟德国，这个你才在想的时候，大使就来跟你谈了。所以这个，我倒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。这个国际政治上就是医疗或者说民意专业价值。只是说意思就是说你在决定一个政策，也不是完全民意，也不是完全专业，也不是完全做你个人的价值。同样道理，做这个国际政治的这种政策的决定有医疗专业，不是还有一个叫国际政治压力的，还是所以这个我说没办法。完全医疗专业去思考，不过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再看1-2天了。如果这个这一波撑过去，那就过关了。这一次老实讲危险的时候每个留学生或者海外的台侨，每个都要回到自己安全的家园了。所以一下子，这个我们只看我们禁止外籍人士入境，结果中正纪念堂还爆满了，这表示说。我大概看过一下我们台北市的那个居家检疫的，到昨天晚上他给我 report 的是5000人了。说天哪，这个一下子进来太多了，所以恐怕，所以老实讲，这有点超过我们平常在应付防疫的这个容量 capacity。所以这几天大概还是我的意见啊，这几天就忍耐一下，口罩戴上去我们这一波再撑过去，大概就会就挡过第2波的攻击。那台北市的民政跟卫生的体制还可以撑？要变成大家要加班了，就很累了，对不对？撑还是可以的，就很累了。这个目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要下令上课要全程戴的话，那标准动作应该是每天上学就1人花1片。可是我们算过，我们台北市单高中以下，如果连包括幼稚园就28万，所以就是说我们等于每天要28万，10天要280万。这个还是要看一看我们的，这个牵涉到一个问题：第一个有没有必要，第二有没有那个钱，再来是说，就算有钱你买得到买不到。所以如果台北市要实施，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没有直接下令说上课的时候全程戴口罩。你要下令命令，那你无法不足以事情，那你要准备给他。这样算一算，我们如果连幼稚园算下去，一天要28万片。不是这样的，如果有的话当然戴。但是如果他强制命令，就变成政府有那个义务要提供。这个目前老实讲，我们算过，你知道，我倒也不觉得说，其实这样的，我倒觉得慢慢的这个肺炎会流感化的，因为如果全世界已经到了24万了，超过了，我看短期内不会结束的，所以慢慢就是说在那个风险跟效益评估 risk benefit 我们要去计算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。还是实事求是的，比较务实的态度去处理就是说风险大概多少，那应该做多大的准备，这样也不要过度惊慌我们要准备打长期抗战的这种想法。